中國有5000年嘅文化歷史，係考古學家重點研究嘅國家之一。咁但係隨住過去幾十年，國家大力發展水利工程，好多珍貴嘅歷史文物唔係喺新建嘅水庫下面，咁就係長埋喺水壩底下。而家我哋要尋找以往嘅歷史，就要學識埋潛水先得啦。今次我哋要帶大家睇下千島湖下面一個有成2000年歷史嘅水底古城。呢班潛水愛好者今次唔係要欣賞乜嘢水底色彩繽紛嘅動植物，而係揾翻我哋失落咗嘅一段歷史。究竟水底嘅古城係點呢？即係之前係冇呢個咁嘅經驗嘅，冇諗過係又可以落去睇古城呢樣嘢。佢哋要揾嘅就係2000年前中國嘅一個古城獅城。上個世紀50年代，國家電力部決定喺呢度建造新安江水電站。結果除咗獅城之外，附近一座歷史相當嘅賀城被淹沒喺水深30米左右嘅寧靜世界。兩座相信係中國最大嘅水下古城，從此就好似一個時間膠囊，長眠水底。佢哋揾緊嘅係獅城，喺杭州千島湖順安縣，沉沒喺水底已經有50年啦。喺船上面咧，喺水面咧係連住一條繩落去嘅。咁嗰條繩係連住啲咩咧？連住一個佢當時嗰個古城嘅一個古城牆嚟嘅。咁當我哋一落去嘅時候咧，去到嗰個古城牆嗰度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沿咗嚟古城牆咧一路行嘅。咁我哋行嘅時候咧，會見到咧個城牆，因為我哋喺城牆面嗰度嘅。咁城牆嘅左邊啊或者右邊咧，佢會有啲建築物喺度嘅。有啲咧就冧咗啦，有啲咧就都幾完整嘅嚇，都幾完整嘅。咁最令我驚奇嘅咧就係話我行下嘅時候咧，就發覺到個城牆咧，原來下邊咧仲有一個嗰啲所謂以前嗰啲古城門啊。咁個城門咧係一個圓拱形嘅地方嚟嘅嚇。咁我哋沿住個圓拱形嗰度行入去嘅話咧，就見到咧係仍然有兩道大木門咧，就即係擺咗喺度嘅。咁佢係半開嘅啫。咁因為我哋今次落去嘅裝備唔夠咧，所以我哋就冇繼續入去啦嚇。咁我哋繼續沿住嗰個古城咧，嗰條城牆咧一路行咯。咁行嘅時候就側邊兩邊都好多地方都已經係冧咗㗎啦嚇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好多嘅建築物都仍然喺度嘅。喺茫茫水底有咩值得睇呢？由呢班專業潛水員帶我哋漫遊水底古城啊！我哋沿住嗰個即係圍牆咁樣行啦，咁睇得最多就係啲磚啦，你見到好多磚。咁其實我諗有啲應該係現代啲嘅，因為睇得出嚟都真係好新淨。工廠高嘅。咁如果你仔細睇，即係我哋就咁樣行啦，喺上邊咁睇嗰啲磚咁啊。咁你如果喺另外一邊咧，我應該有一個 shot 就好明顯睇咁樣。咁嗰邊嗰啲就睇到啲，應該嗰啲比較舊㗎啦，即係好似真係啲石啊咁樣揼出嚟啦。咁跟住見到有啲木樁啦，即係見到嗰啲橫梁啦，咁嗰啲即係已經鋪晒喺度。咁但係仍然好明顯見到嗰啲都係木嚟嘅。嗰啲木嗰啲咧，如果你有見過咧，即係實際見過咧，佢好得意咧，即係話唔係真係好似木嗰種質料，佢有一嚿好似好硬嘅即係海綿，你撳落咧真係腍嘅，即係如果浸得耐。獅城嘅歷史遠至1800年前，喺東漢時代叫做瑞安縣城。呢度自古就係徽商出海嘅交通要道，曾經盛極一時嘅，連歷史名人李白、范仲淹都嚟過。城裏面嘅徽派建築都係建築藝術嘅珍貴文物，大多數房屋都係採用磚、木、石、瓦